港田神秘果茶係香港品牌，全球獨家商標註冊產品專利。呢個產品最主要嘅作用係調整高血糖、高血壓同埋高血脂。咁點解有好多嘅糖尿病人嘅血糖會高居不下呢？糖尿病以前曾經有人叫佢做燒渴症或者三多症。糖尿病有咩症狀嘅呢？好多糖尿病人會多食啦，經常會覺得肚餓、多尿，成日要去廁所，多飲水，好容易頸渴，而傷口有嘅時候係比較難愈合埋口嘅。糖尿病類型一般分為以下4類。糖尿病嘅三高同三低究竟係咩嚟嘅呢？糖尿病嘅三高，其一係患病率高，而家係越嚟越多人會有呢個病，尤其是係城市人。其二係併發症率高，意思係指由於糖尿病而引起嘅其他併發症，例如中風啦、心臟病、心血管病變等等。其三係醫療費用高，唔單止係糖尿病人要負擔昂貴嘅醫療藥物，而整個社會嘅醫療系統亦承受住沉重嘅負擔。糖尿病嘅三低，其一係確診率低，尤其是一啲唔係定時驗身嘅人，好多時都未必知道自己有呢個病嘅。其二係科學治療成效低，以現今嘅西醫醫藥治療，似乎個成效都仲係未見理想嘅。其三係治癒率低，糖尿病現今似乎都仲係未有辦法係完全根治，所謂斷尾嘅。咁糖尿病人要注意啲乜嘢呢？首先一定要有良好嘅飲食習慣啦，太鹹、太甜、太油膩嘅都係唔係好啱㗎。識得點樣減壓，同埋需要做適量嘅運動。糖尿病人成日都會有一個問題，點解血糖高居不下嘅呢？我明明已經係好注意飲食習慣，亦都定時用藥㗎咯噃。其實個原因就係關於呢一個胰島素阻抗。喺佢身體產生正常量嘅胰島素，都唔能夠發揮降低血糖嘅作用。對糖尿病人嚟講，係咪好想揾到一啲又簡單、又慳時間、又方便、又快捷嘅方法幫到呢個病呢？當然，港田神秘果茶就係其中一個最好嘅選擇啦。詳細內容歡迎瀏覽以下網址。